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拥有一项新技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无限可能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在1个月内从零开始学习一项新技能，这将会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旅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我将分享我学习吉他的1个月过程。这段旅程不仅充满挑战，更让我体验到了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。第1周，探索与基础。我的学习之旅从选择吉他开始。为什么选择吉他呢？因为它是一种兼具艺术性与表现力的乐器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学会弹奏自己喜欢的歌曲。在第1周，我主要集中于吉他的基础知识。首先，我在 YouTube 上查找了几个吉他教学视频，了解吉他的构造、如何调弦以及基本的和弦。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 C、G、D、M 这几个最常用的和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手指总是按不准，和弦之间的切换也非常生疏，常常因为疼痛而停下来。但是，随着不断的练习，我感觉自己的手指变得越来越灵活。在这1周的最后，我决定挑战自己，试着弹奏一首简单的民谣小星星。虽然只是一小段，但能用自己学会的和弦来演奏，让我感到无比兴奋。第2周，进一步的挑战。进入第2周，我已经对基本和弦有了初步的掌握。接下来，我想学习如何将和弦串联起来，形成完整的节奏。在这1周，我专注于学习简单的节奏型，包括下拨和上拨的技巧。我也开始练习更具挑战性的歌曲，例如《平凡之路》。这首歌的和弦变化稍微复杂，但它激励住我去挑战自己。每天花1小时练习，尤其是在晚上，手指在琴弦上的摩擦声让我感到无比愉悦。每当能够流畅地弹奏几个小节时，那种成就感驱使我持续前进。此外，我还加入了一个线上吉他社群。在那里，我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人，大家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，互相鼓励。这让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学习氛围，让我更有动力去进步。第3周，提升与反思。第3周，我开始感受到自己的进步，不仅在和弦的切换上变得更加自如，对节奏的掌控也有了显著的提高。我开始尝试在弹奏时加入一些简单的指法技巧，让音乐更加丰富。然而，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挑战。我发现有些和弦转换仍然不够流畅，这时我意识到需要专注于特定的练习。我特意将每天的练习分为几个部分，专门花时间针对那些困难的和弦进行练习。比如 C 到 G 的转换让我头疼，但经过几天的反复练习，这个难点逐渐克服了。在这1周的末尾，我决定录下自己的弹奏，这样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进步和不足。虽然录音中的自己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，但听到那几段流畅的旋律，真的让我充满了成就感。第4周，整合与展示。随着1个月的学习即将结束，我开始进入整合的阶段。我决定挑战自己，将之前学过的几首歌串联起来，进行一个小型的家庭演出。我挑选了小星星和平凡之路，并使住在它们之间无缝切换。在演出前的练习中，我感到既紧张又兴奋。每一次的弹奏都是对自己努力的回顾和检验。当我在朋友面前演奏时，虽然手心冒汗，但看到他们的微笑和鼓励，我知道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。小阶，学习的力量。回顾这1个月的学习旅程，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吉他技巧，还有对自我挑战的认识和持之以恒的精神。从零开始学习新技能的过程中，我学会了如何面对挫折，如何在困难中找到快乐。这段旅程告诉我，学习是一条漫长而充满未知的道路，但只要坚持、持续努力，就一定能见到成果。无论你想学习什么，
给自己1个月的时间，设计一个计划，并享受每一个学习的瞬间。相信我，你会惊讶于自己的潜力与成长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从零开始，去发现无限的可能吧。